Hello， 唔愛捱聽小無？嗨，請問林木演了楊順行。列行係地線公壇，停喺列條遠安路7行100公尺。進修片是喺美濃區，過了美濃區嘅第一條巷，挖進修巷。四片設計和田地圖是喺林木演了。羅拉，楊順會來了嘅所在呢？我來兩里行。酷啊！唔對呢位來嘅？我係荷蘭人，你係我第一擺來台灣。哇！唔做乜嘅會想我來台灣了？我讀讀書嘅時，學校考場度是要小解台灣。唔看，你係400年前嘅台灣，福爾摩沙。福爾摩沙。我其他一擺嘅立場當舊咧，美濃呢位真見當正。我是喺呢位太漢嘅啦，呢位唔但唱正，還當有文化呢。唔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冇？有樣哦，呢附近還有乜嘅較好了解所在冇？當到啊，呢附近還有南山店同自家店。我哋你係美濃嘅特色工藝。冇唔錯。呢係客家嘅傳統工藝，呢位還有金絲田。乜嘅係金絲田？金絲田保留金絲食文嘅文化特色，特別起來小世紀嘅。等下我愛好好撈撈咧。請問唔知呢位有好食酒冇？唔停喺呢個方向去，嗰片是喺美興街，也係美濃有名嘅板條街。板條係客人平常時嘅美食咯。係呀，唔來到呢位，聽咗我來去看看。我後來水搭搭啲咧呢。來去，我帶你去好食個好料嘅所在。